利益他人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我们互相我们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体里面也好，一个就区域里面的一个我们就是村里里面的人都是要相处相和互相利益不是说互相利用，互相利益，互相配合，为了着想父母，着想子女着想父母感恩心这个是我们从自己的身边开始来要发菩提心，发慈悲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么样的就是利益他人的一个心，一点点这个非常的重要，而胜过我们供养三宝的功德所以非常重要供养三宝的功德是我们不可思议的，不是吗？本来就很殊胜所以我们利益众生的这个利益他人的心，还有胜过供养三宝的心，对吧？多么的殊胜，多么的一个需要珍贵，这个我们一定要通常要仔细的观察，仔细的要去选这些不能消。